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暗晚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真。昨日美国总统拜登讲到中国是一粒定时炸弹，歹人拄着歹代志，会做出更较歹的代志。讲到雷曼风暴会降起来，各种数字拢伫抬。那么厝边咧落水，咱台湾安怎会当稳搁在？敢是服务贸易搁再谈起来吗？今仔日好好来讨论。首先，小介现场的来宾，头一位是台大国企系以及研究所副教授罗信昌罗副教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晚安。甲观众朋友来介绍吼，因为罗教授才开刀，所以必须要带着这个物件。那么第二位呢，是咱两华政策协会研究员吴锡志。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那么首先，和观众朋友来了解，到底中国大陆即卖中国发生什么经济问题呢？这是规模上上大的民营的资产管理公司中石化，因旗下的中央信托，因为投资房地产失利，那么说爱付呢，无法度人付这个金额，这个金额超过偌济呢？代表1条半。中国上大房产碧桂园爆发财务危机，即卖连规模上大的民营资产管理公司中石化下卡中营信托也传出投资房产失利，真侪投资者陆续收到产品已经停止兑付通知，金额差不多代表1.5兆，引起市场惊吓。中国版的雷曼风暴，唔知什么时阵会引爆。实际上，在去年恒大债券暴雷之后，其实各国的金融体系、基金产品其实都已经大幅度减码中国不动产相关的投资部位，在延烧的范围，我觉得波及就不会那么大。留意的是，比较多银行在中国设有分行，那当地他们有做一些放款。那至于放款的对象是不是这些地产公司，这个部分会不会产生呆账的问题？专家认为，大连中石化拢出问题，无排除可行性信托，后续会阁有微博单。根据了解，甲今年6月底，国内有开启甲中信银两间银行对中国放款比重超过正大50%。有专家认为，若中国出代志，这两间银行恐吓真歹过。只是10月金融股也受中国房产暴雷影响，63点。尽管会指出，中石化对国内金融产业拢无保险经验，不过中国碧桂园的保险经验风险较大。有一家国营，它对碧桂园它是有授信的曝险，那曝险的金额是2.8亿元。本国银行销售给客户的部分呢，有5家银行销售碧桂园的公司债给客户，那合计的金额是1.7亿元。它所销售的这个公司债呢，都没有涉及到近期报载所出现问题的所谓的碧桂园的公司债。中国不止财务危机连环壁，中国国家统计局15宣布，为8月开始暂停发布青年失业率。经济社会在不断的发展，统计工作需要不断完善，劳动力调查统计也需要进一步的健全优化。专家分析，中国严重失业率是因为结构性问题，代表中国通缩问题严重。第二来要改善记录正低，才会选择看牌。市场爱继续观察失业率是唔是有拖垮的现象。记者综合报道。咱头仔看到这个新闻报道内面就讲中国目前以及对台湾的影响，那么讲到这个碧桂园，可能咱还阁有几间银行因为去香港去甲交易，有去冒险着。但实际上到目前为止，甲台湾较无地带。但是呢，我这个问题就是爱先和观众朋友透过老师来给咱解说，就是讲中国的房地产对着中国的经济是重要性在哪里？罗老师是因为伫大陆伊土地照因家己的规划是用村用咱的村来当做管理的单位哦，所以你变做伫大陆凊彩一个村伊若想讲大家要好业，
就会想要找人来咱遮开大楼厝啊，会使来投资，会使来做个商业啊，甲服务业或者会投资吼，尤其是最近的这20档吼，所以当然伊这个土地的开发吼是足重要的地方财政的来源。所以因的土地唔是第一，唔是属于私人的，拢是以村落为单位。啊，那都市咧？伫都市嘛是共款啦，伊本头是会使使用权70年。哈，落摆差不多15当前，因改做讲做，你若子孙啊要搁大，啊政府佫无想讲爱用你即块地，啊你会使保有你的私有权，啊嘛会使，囡仔会使继承啦。啊，所以其实因即卖即个制度吼，甲咱想的小可无共，就是一部分因为一个楼若起落。啊，佮永久，啊，你就会使传子孙，所以伫这个部分，甲咱无啥差。啊，但一部分有差的，就是伊若政府有公共设施的目的要使用的时阵，要收倒来，啊，就爱收倒来。但是伫大陆一部好啦吼，伊就是会甲你用换的。譬如讲，我伫福州吼，啊，看过因迄个古早去东南亚的华侨吼，啊，因迄租厝啊吼。落尾啊，福州市政府要甲起大楼，啊，所以迄个地吼，敢若地尔吼，一平吼，是会使摕差不多要60万人民票，就300万的台票的补偿。啊，你若普通像迄个厝去用收等，伊就会互你用厝换厝，啊，当然地点可能有人会嫌，啊，但是用厝换厝，这个原则是确定的。所以到底我有一个数字讲，房地产的经济占中国的这个 GDP 吼，差不多30%左右啦。啊，这是虚的还是实的？当然爱看你安怎算啦吼。你讲咱若甲遐个商办大楼啊，遐个私人的遐个出租吼，像遮扣的厝税拢甲算入去吼。啊，故你甲因遐个房地产开发啊，甲伊遐个营教业啊，起大楼啊，采买啊，工人的趁的，拢算入去吼。当然，你若要讲1.5%以上，迄是真正常，因为伫大陆吼，伊所有的遐个商办大楼吼，罕尼像咱伫台湾啦吼，咱伫台湾大数企业伫香山港伫机场边啊，伊就会使甲伊的大楼甲改做家己的新的迄个商办大楼啊，6成要出租吼。啊，伫大陆因为伊拢是人承包啊出租吼，所以甲咱伫台湾的迄个模式无啥共啊。但是遮个租金啦，啊，伊的管理啦，啊，伊的起建的过程吼，啊，佮伊遐个土地的迄个财政收入吼，你要甲算的吼。上少伫地方啦吼，伫迄地方像早前讲的，若有2-3成，这我嘛相信。所以到底这一厝安尼算真严重吗？这部分吼，当然爱看即回出代志的吼，这个烂尾楼吼，是伫像咱的信义区吼，啊是伫山区啦吼。因为你会记得咱伫高雄吼，高雄你若大家知影30-40年前吼。伫李登辉的迄个年代，有人伫高雄起3-4栋，迄种超过40-50栋的遐个楼，啊，遐个楼落尾拢变烂尾楼吼。甲最近6-7年，甲开始有人收尾吼。所以同款的问题，台北市咱就罕尼看吼。台北市拢是厝起好啊，是敢若迄个三观啊，佮遐个投资人甲遐个人起完家，像咱伫迄个仁爱圆环吼。有迄个芝麻酒店，啊，伊等伫遐一等就等40年吼，因为足侪人拢去外国移民啊，啊，所以找无遐人等因啊吼，啊，要起嘛袂当起，啊，你若像伫高雄安尼一届30-40年等伫遐个烂尾楼吼，当然伊的影响都无遮大吼，所以咱来问就是讲，即摆伊出代志的这个楼是伫一线的城市，啊，是伫3-4线的城市。啊，若伫一线，因为拢大部分是投资的目的吼，啊，这投资的人一定会去借钱吼，所以伊迄
连锁反应会真大。啊，你也伫3、4线的都市吼，大部分的人拢是为着家己要主体啦。对。啊，所以伫遐的影响吼，你就是变做讲建商走路，啊，其实遐个有能力买厝，啊，佮有意愿要继续来交这个钱的人吼，伊就袂走。啊，袂走，伊就救掉了。对，因为伊遐就引导嘛。啊，伊是敢讲要换个较水的厝安尼尔嘛。啊，所以你就是变做咱来看伊的。但是若是去互倒掉，嘛是真惨吗？当然，你若本头要娶新妇啦吼，啊，想讲要明年就要入厝吼，啊，你当然就这回调者可能要调1、2年。所以也是，不管安怎讲，就是有影响冲击啊。哦，当然咯，因为这种代志无可能讲。明仔载就有一个人跳出来，无代志啊！你例如是咱伫财务理论内底吼，股票市场讲做有迄个 white night 吼，迄个敢若咱伫迄个看红仔册内底吼，迄安尼王子啊骑白马来甲你救，无即个的啦吼，大家一定拢要甲你督到，互你见血吼，啊看到骨吼，啊你安尼甲你家己的一世人的心血拢甲安尼廉价袂掉吼，应该出手啦。所以这就甲咱去买迄个法拍屋同款的心情吼，一定要甲三拍甲袂掉啦。所以这足简单的代志就是讲，有人会收煞，有人会来收山。啊，遐个一开始就买厝的人，当然会爱等2、3年。啊，但是因为买厝的人有想要大，啊，即马建商一开始的，甲后壁要接手的，爱伫遐参详，爱伫遐拖。骨头用就踮边仔看咯。对，啊，所以。这种代志就变政府若来到出手会较紧啦，啊，但是就甲咱像伫高雄的共款吼，你30年了嘛是有人去接手。所以我要请问这吴教授吼，你认为吼，因为咱看这个图表吼，其实中国在2021年开始吼，伊就感觉讲，这个房地产吼小可有问题啊哦，吼，讲吼要来调控，所以哦后3条红线。4栋管理吼，啊，佮你讲做红色的、橄榄色的、黄色的、绿色的，最严重的啊，红色的3条红线，全部都袂使有新增加的这个利息的债务。但是安怎时阵，是安怎佮发生？尤其即摆发生的这件中石化，算作是哦，听讲啦，讲是模范生啦，啊，佮会安尼，这到底是什么原因？是主要是哦，咱看中国的房地产的发展吼，伊是当然你讲市场来讲，伊是大部分拢是因为钱入去，啊，伫遐炒作嘛，炒作佮趁钱嘛，第2手、第3手。但是为什么这个问题会发生伫咧中国？也是讲即摆咱看这个问题，刚刚讲中国拄着最大的问题，就是讲差不多10年前的时阵，中国嘛是要推出一房地产的方向是。伊叫什么叫城中村的改建，城中村的改建的就咱咧讲都跟这个问题啦吼，但是伊是全面性的哦，所以全面性吼，这个建商啊企业租金的里边，啊，但是迄阵时就是因为以全面性的带动之后，把房价炒得很高，啊，整个泡沫化就开始出现了。到2014年的时候推出这个方案，但是2018年宣布失败。我们看到这个。碧桂园哦，就是迄阵是投资里面，所以它带动2、3线城市的房地产。啊，2018年失败了，但是今年这个城中村改建搁出来，因集中里的1、2线城市。那1、2线城市表示讲，基本上中国的房地产它依旧还是拉动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当然，特鲁讲中国的房地产对中国经济。大概占GDP 占几比？如果是正确来看，其实占17%啦。17%怎么计算？包括它的整个投资跟后续的相关对于基础建设的带动作用哦。以正确的数字是17%，但这是17%哈，还没有去含算说多啊。卢老师讲的，就比如讲它之后租金啊等等周边的效应嘛，所以里扣拉高了3成差不多。但是实际上对 GDP 的贡献是17%。啊，你话今仔因为中国经济出问题啊，房地产开始泡沫化啊。政府需要钱啊！你租金不入来，企业不投资，我政府财政会出问题啊！所以他希望透过这个城中村的改建，来抽啊，再一次炒作嘛，但是地方无钱要安怎，开始要创造新的金融产品出来。所以
咱看到中国的房地产为什么会有说所谓的三线四档哦？三刷四档。伊基本上伊建设的就是讲，我也没有阻挡你资金要投进来啊。你个咱会记去年习近平讲啥？厝是用来大，不是用来炒的。住房不炒嘛。不炒没有。但是今年无要讲这啊。顶个月7月下旬的时阵，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不讲房地产哦。不讲说什么住房不炒，而是讲的是说政府要主动的刺激市场投入，就是政府要带动啊。所以那时候就嗅到一个味道的，讲房地产的这个刺激的相关的政策手段还会再进来。那果不其然，所谓的城中村的方案又进来，但是它这次集中在1、2线。我下面离1、2线，因为1、2线内底某这些需要开发的所在，靠井水啦。系啊，伊咱看，这个1、2线的城市周边的高楼大厦很多嘛，但是有很多所谓的从其他城市进来，比如说农民工住宅区啊，那个住宅区基本上是很落后的，那个就是可以发展的地方，那可以顺势的让许多的投资者看到说啊，其实这个方案下去，大家是有利可图的，所以吸引资金进来嘛，所以这样的方式依旧还是存在的，但是无同的是，顶一摆的2014年迄摆是安怎处理，就是讲，就像有卢老师讲的。我给你钱，好，然后我把你这个地方的地修等来，啊，它间接的带动房地产快速起飞嘛。但这版也是用咱就讲粮票的发放，就是讲发放房票，就是讲你也要加大，你也要投资家，你能分配到的不是钱，而是房子。所以它变成房票的方式，因为它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去让外界不要以为说我们要被差这，但是问题是讲，起码不是讲被差唔差的问题，是资金刚要入来的问题。但是这有一种矛盾的，你政府咧做庄的时候，你想要赚钱，经济要活，你也有想要加减赚一下，但是你不还有民众来差，你。这个两手，这真正会行袂知啦吼。就要请教蔡老师吼。总体来讲，你对着这个中国这个房市，即马因推出了真侪管制措施啊，创啥？中国的房地产到底是毋是会甲这个中国的经济来拖落去？我感觉中国的经济吼，毋是去互房地产甲拖落去，是中国的房地产去互中国的经济甲拖落去啦吼。哦，一个因一个果啦。因为这因果关系有当时咱是做歹确定的啦吼。若要讲到一个房地产的厂商也好，还是讲咱正常一个厂商，还是咱一个家庭，咱今仔日债务会出问题，一定是咱的收入无法度去，会当讲咱的支出无法度去互咱的收入，无法度去甲咱支持。啊，对着房地产的企业是安怎咧？因为伊的支出，比如讲利息的支出、建材的支出，啊，利息有支出，建材有支出，伊需要去银行来借钱嘛，伊需要去卖厝，较有收入嘛。啊，当去年开始一寡美金的这个利率开始咧起悬的时阵，因的支出就会一直增加。啊，伫这个中国伫去年推出着这个讲对着这个房地产的这个企业有3条红线。即个限制时阵，即个房地产企业其实因伫第一间房地产出问题时，因就已经借到济啊啦。啊，所以刷来因要借钱就变啊足困难的啊嘛。所以伫即个银行借钱的即个收入就无伊啊。啊，伊若甲拄着讲中国的经济若无好，伊的厝若卖袂出去，伊的收入当然嘛就无伊啊。所以咱观众朋友会当想看觅，安尼一间企业会倒袂，一间房地产的公司会倒袂，绝对会倒。所以刷来要讲就是讲，像我拄则一开始就讲，中国的房地产嘛会当讲是互中国的经济拖落去，你嘛会当讲是过去这房地产的企业无受到好好的管制，过度的投资，怎啊变成伊无法度长势，伊还要走银行，银行拢无爱插伊啊。伫即个时阵，伊只好就怎啊倒伊啊。所以对着中国的经济来看，咱会当看到伊的出口、伊的进口，规个拢咧落。伫一个国家吼，你若要看到伊的出口来到，你会当讲是外国的需求无伊啊，毋是干那我中国的问题。啊，美国人无法度趁钱。对，美国人无法度趁钱，啊，美国需求都无，毋是干那讲中国无法度出口，咱台湾的出口其实咱嘛落足济呢。
韩国的出口、越南的出口，其实大家拢落足济。所以你若讲啊，这是迄个外国的问题，毋是干那咱中国的问题，无要紧。啊，咱看第二个数字，就讲进口的数字，其实嘛是落足济。吼，伫即个月嘛是落，伫顶个月啦，吼7月最近顶礼拜公布的，嘛是落到10几%，吼1成外。啊，一个国家的进口若减到1成外，咱就爱想的就是讲，啊，你的进口减啊济吼，到底是减伫倒位？咱会当想的就是讲，啊，你一寡石油啦，你一寡固定爱入来这原物料，你一定爱用的这，你绝对袂减的。所以减的部分就是伫你一寡消费品，吼，一寡进口的这个高级品。另外一个就是讲投资需要的这机器。即个设备，机械设备，对，因为你去互美国受到限制嘛，所以你的进口你就会减落来。啊，大家讲啊，那经济都无好，啊，进口较少也无要紧。但是咱观众朋友爱知影来讲，你若伫即个市场无好的时阵，你完全无啥物资金，还是讲你想要投资也无法度投资，因为人无爱互你继续买啊。你的未来的即个需求就无伊啊，你的未来出口就无伊啊。所以伫即个时阵咧。你若会当看到安尼情形之下，你就会当看到讲中国家己本身的经济嘛是无好的，因为都无人咧投资啊嘛，因为都无人咧消费啊嘛，所以你整个的即个物价就一直减落来。啊，你整个的物价若减落来，反映的就是讲，伫即个整个中国内底的本身的需求是不足的。啊，中国的经济若是即个需求是不足的，啊，甲包含着即个出口。伊嘛减有够济，所以伊对着即个就业市场、即个需求嘛拢减落来，所以咱伫中国内底人民的会当开的钱就一定变足少。啊，我会当开的钱若变少，我敢有会想讲买厝吗？我会想的是讲，我的厝敢会来袂起。哇，那即个但来到即个抗战就毋知影到底啥物是原因，啥物是结果咯。是啊，刷来就讲，咱较烦恼就讲，大家我想最近大家拢咧讨论讲，中国伫昨公布着因少年人的即个失业率，吼，啊，大概是足期待要看到数字的。伊怎啊讲吼？因为整个中国的经济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所以要重新来统计啦，吼。意思就是讲无要公布啊。啊，大家当然拢会当知影讲，即个少年人的失业率吼会较悬，是每一个国家拢会当常常看到的现象。但是嘛会当甲观众朋友讲，咱台湾长久以来吼，咱即个少年人的失业率差不多拢伫11%，啊，就是1%左右。中国是差不多咱的2倍，所以中国的人数甲比咱继续济。所以伫即个情形下，中国的失业的人数，少年人失业的人数是比即个咱想的较严重足济。啊，咱会当想讲，少年人伊未来伊会一定有对厝需求嘛？你若这个少年人未来对厝的需求拢无伊，你就会当知影讲，未来这个房地产的厂商因的收入嘛无伊。啊，所以我若是一个金融的企业，我若是一个银行，那国家拢无叫我来借钱，或这个房地产的厂商，我一定想办法讲要抽会当尽量抽啊。所以咱若拄着讲咱利息来袂出来时，咱一定会去找银行讲啊，拜托个啦。看会当本来讲逐个月纳吼，即马互我2个月纳一件，啊3个月纳一件，吼未来吼凡是这个房地产，我有一条会当卖出去。啊，这个银行若看你讲你办事歹，一定拢想要抽的。国家若无爱抽吼，长期尾啊吼，就会含这人民伫银行的存款吼，一定拢会出问题啦。所以我感觉中国目前吼房地产的企业面对的状况吼，绝对毋是。中国政府吼去放宽放松，即个大家买厝的即个条件吼，本来讲你会当买1间，即马你会当买2间，也买3间，还是讲你会当本来会当借5成尔，即马会当借6成、借7成，我都看房地产会落。伊昨下一出手，突然间调升即个利率啊？对啊，无伊这利率，伊中国伊是甲利率降落来，嘿，伊甲利率降落来嘛无效，因为你想吼是利率降对我较有感觉，还是？房价降对我较有感觉，一定是房价降嘛。我若想讲未来的房价会大落，我敢有可能伫即个时阵出手？无可能嘛！你看香港的首富李嘉诚先生，伊一出手伊就拍7折呢。啊，你利率是要拍到偌济，较有法度拍7折？
主持人，所以你会当想着讲，咱各位观众朋友，你若想着讲即个市场，你问讲哦，还是讲你想着讲未来这房地产一定会大落，你一定讲啊无甲等2个月，等3个月，伊反正就拍7折，伊反正就拍6折。我迄时阵吼来买吼，比即马利率虽然降吼，加俗足济啊。是啊，就懵蛋。但是哦，即我来请教罗教授哦，咱看到即个吼，中国的经济复苏5大痛的所在啦吼，失业都超过20%。咱他讲少年人吼，16岁至24岁的中国的少年人吼，将近超1亿。如果那这算作是少年人，安尼定义是，那是20%，哇，按就差不多2000万人会失业的这个人数，吼，啊这。对着中国这种体制，尤其算作国家资本主义吼，包括着房地产，伊即摆现主时你也看，伊即摆投资也冷吼，啊消费大家手头可能有钱，但是唔敢消费，啊无就在等咧房市搁较落去。要扣俗的。要扣俗的，中国政府伊即摆就要用什么特效药，才有通来处理这种情形，袂好过伊安尼规搁放落去。咱伫经济学界吼有一句话啦吼，就是你会使甲马牵去迄个沟仔边吼，但是你袂使强迫伊去啉水啦吼。定落去啉水伊无一定。所以即摆上海当然就是讲，伫大陆的这人民的灾祸吼，其实是真饱啦。啊，有厝的人嘛足济啦，啊用房地产去投资啊，用扣厝税你好野的满世界，啊，即摆上海就是啊，但是这少年吼，尤其是少年的，因为伫大陆即摆迄个大学生足济吼，所以拢望要留伫迄个东部的这个海线的好城市，拢无爱转去啦吼。啊，这人若留伫都市吼，啊，伊就变做讲欠长内度吼，因为厝税嘛真贵，更加真厉害。是。所以即摆伫中国的问题吼，当然甲日本的问题无相共啦吼。咱会记哩35年前的日本吼，迄阵就是安尼钱啊满世界，啊，迄个股票3万点吼，啊，遐个全世界的好野人甲遐个企业拢去日本豪厝啊买遐个大楼吼。啊，那我规个日本的房地产房甲剩4成的价销吼，所以即摆伫台湾开始有人去日本扣俗的吼。因为甲古早已经是敢若4成，啊害就害伫遮啦吼。伫大陆甲日本无共，就是伊的房地产，若会放嘛袂放遮济啦吼。因为伊迄后壁的遐个农村吼，啊遐个要进城的人吼，因为像即马杭州甲遮开放吼，你无户口，嘛会使伫杭州买厝啦吼，甲遮开放吼，所以变做讲伊无可能博遮济啦。啊，但是上海就是大家会伫遐等，啊，所以你伫香港吼，伊这变做虽然台面上是李嘉诚拍7折啦吼，你甲想去目家有嘛好心诶？无可能嘛吼，是，伊这拍歹行情呢。对啊。啊，当然迄后壁就一定是香港特区政府吼，因为迄地是拢伫古早迄个启德机场吼，啊，启德机场诶遐个标出去诶遐个地吼。啊！你变做香港政府是伊的收入嘛？啊，遮就变做有寡诶遐条件啦吼，互大家会使佮甲遐资金吼，甲大家诶遐风气房市场吼，甲扣挖，甲活络啦吼。所以即摆伫大陆咱即摆看到的一个部分吼，就是你若看伊的最近的遐个房价吼，啊，房价其实出去的人无像顶届较济，超顶届超6成尔。啊！但是你甲看伊安尼，建啊开放去韩国啦，去泰国啦，啊，就规堆吼，就规堆吼。所以你变做足侪伫大陆的人已经拢去过啊，好耍的拢去过啊。伊变做剩个敢想要去外国安尼站站的、稳稳的吼，啊，乒乓着嘞吼。啊，你变做，咱就爱安怎处理？你就变做咱若会使安尼，各国的遐个要佚佗的人吼。会使大家相换吼，叫伊若来，对。啊，当然
这个部分即马对中国较辛苦一点嘛，就是伫美国的人即马要去大陆佚佗的意愿足价。啊，日本因为伊迄个月票吼，对80块对一个美金博啊，即马145吼，日本人根本都袂当出国啦，吼，伊开袂起啦。啊，即马连伫日本内底吼，遐个去本头要去日本打工的遐个外国劳工吼，因即马拢无爱住日本啊，因为啥呢？我伫遐趁的吼，啊，爬转去厝比顶届吼，已经日票已经拔一半去啊嘛。是啊，啊，所以即马就是讲，全世界若要甲即个经济甲挺起来吼，全世界的政府都爱开始坐落来参详吼。啊，一步摆就是，因为即马美国甲中国吼，拄两只牛要相斗啊吼，所以这个部分已经是无机会啊啦。啊，骨类就是变做讲民间会使安怎用以拖代变吼，啊，慢慢啊看到迄个房地产的价销吼，会调整啦吼。所以我咧看，爱调到超过8成啦吼，调到8成，爱调到8成。你即马其实咱伫台湾吼，离开板桥、台北这个区以外嘛开始啊啦吼，开始啊！你高雄咱已经伫过年时阵，咱就看到高雄遐就开始啊吼，啊慢慢啊伊啊伫台中嘛开始遐个七期遐嘛是拢开始伫调整价钱，所以这是足正常的啦吼。咱若有伫股市你买股票拢知吼，你一定是就是爱有拨落，甲有新的资金的人会入来，啊，甲会换手吼，啊换手了后，有的人会较长久，啊有的人是要趁便的，啊较长久的人愈拨伊就会愈摕较久的，啊迄种要趁咱的一时啊就走的，伊就是爱股市足个的，伊安怎弹拢有弹，中枪，啊中枪吼，即摆就无中枪吼，咱这边台湾中枪足少的啊吼，所以你就变做讲。这就是一种消费心理甲投资的心理啊，其实但是对中国共产党来讲，伊要治理国家，伊要互整个看起来，因为就是爱整个数字爱看来好看。伊有阁有啥物手路头来创的？你做一个总体的经济学家来看，除了讲依托代变以外，我相信这个习近平应该是亲自。指挥亲自办理啊！即摆伫大陆吼，有一个就是咱拢无想到吼，咱伫台湾满世界吼，甲对拢有菜市啊吼，啊嘛有夜市啊吼，啊嘛有黄昏市场吼，所以咱遐菜市啊、夜市啊，佮咱的政府，安尼请临时工啊、啊约聘吼，遮安尼小小的吼，差不多占咱的就业要2成嘞。咱的零售业。政府斗的吼，啊，若佮教育加入来，就差2成5吼，会就业拢伫遮。是，啊，伫大陆吼，伊毋是安尼做的，伊的教师的班吼，内底学生是足侪，满，伊无像咱即马20个学生就一个老师吼，找无啦，啊，伊这个部分加棒轻棒，啊，第2部分吼。大陆是足超前的啦吼，咱来记哩迄个双11吼，其实伊是甲遐个规个迄个销售过程的遐个中间批发啥吼，拢甲割掉。你说变做伫迄个网络阿里巴巴吼，啊是腾讯吼，啊你就伫遐买，啊伊就用价用送，甲你送来领导吼，所以甲遐个中间的就业人口拢无去，咱伫外国号做 retailing 拢业掉去啊。啊，这个部分你加棒无？啊，请愈侪老师，就会影响到遐个伫学校内底思想控制。啊，放你即马遮个大企业吼，像阿里巴巴吼，你就会甲伊个挂遐个本头会用数位，啊会用数位管控。行环头路。啊，伊就是爱行这条路，啊这条路吼。就是爱行，因为啥喏？咱即摆这个就业吼，一定是爱有大家拢有分啦吼。若无分，你就开始有个人就开始讲话。啊，你若要行到像伫美国的大都市的迄种地方，啊，共产党会倒啦吼。啊，你若要行到像咱伫台湾安尼
满市拢夜市啊吼。啊，伫大陆因为伊迄乡镇嘛，伊家己诶立伊诶所在啦吼，所以你甲看吼，咱即马台北做好个，但是台北夜市啊甲市场吼，绝对是全台湾上密度上悬的啦吼。啊，靠遐个伫路边啊伫做路摊的遐个台北市的遐个少年啊，足侪啊，足侪。啊，咱拢讲做这是台湾的特色。第三部门啦，是啊，但是伊伫大陆，伊甲讲这感觉做是落后，啊，所以这条件一定爱行。所以这也佫讲到吼，中国共产党伊这国家的体制啊，吴老师，你认为吼，咱有真侪人，包括迄个真侪对中国出来的经济学家都认为吼，中国即摆咧行这个70年代末期的苏联的这个形态，伊的国家统治资本啊，但是呢，芳袂行。啊，如果吼拄着头仔罗老师讲，我嘛要放的时阵，我阁有思想控制的问题，吼啊，我人若是，互每一个人拢来踢即个工作任务的时阵，我有可能阁有利益的冲突，伊这才十字路口呢，罗老师。是啦，因为对一个国家来讲，伊经济要开放，但是政治阁无要开放，绝对会出现这大的冲突。就比如讲，咱今仔有趁钱啊，今仔有钱啊，你有钱要安怎？就是你的物质、你的生活的精神面爱提升嘛，啊，你的视野提高嘛。所以按照常理，经济开放跟政治是否开放，伊会连接在一起。所以中国伊绝对伊即马面对的问题讲，过去30年虽然讲经济发展足紧的，民众嘛是有这嘛是做有钱的，看起来这个总体上看起来是袂歹，但是因嘛家己发现讲，贫富落差很大嘛。啊，但是问题是讲，因为政治无要开放，所以呢，政府无要凸显伊的落差，所以两当前就讲，伊这上面这个扶贫政策完全成功嘛，吼啊，今麦要开始全面富裕嘛，所以因为政治的那个场域，伊变成讲，伊对面对经济的现实状态，其实都不敢去面对，所以不开放、不透明嘛。所以中国在今嘛，中国今仔经济出现这个问题，但是政府也政策的逻辑搁停留在那个所谓的封闭的状态的话，那基本上经济的问题是很难解决。例如讲，咱都要讲房地产的问题，房地产今嘛就是因为讲无人要入来嘛，伊唔是讲今仔日要拍折无，要逢低买进无，伊今仔是。连这么低都无人要入来啊！观望啊，系啊！啊，有钱的人当然伊无要甲钱囥咧，即摆来倒落，过2-3档，可能就崩盘银行我借我钱，我上好用银行的钱来买啊！无钱的人呢，免讲嘛，无法度啊，家己生活都无啊，为啥我哪有钱要摕去投资房地产？所以中国现在目前它遇到就是一个所谓的我们讲经济上的一个就是。这个死局啦，因为有人又说它是个僵尸经济啦。譬如讲，你那边也要往前要升级，没有可能，因为美国封锁所有的科技的一个高科技的移入嘛。啊，你要往后去退缩，要说我要回到制造业的发展，来去刺激更多的就业机会。但是问题是讲，进行习近平英语化工，我们中国要崛起啊，我们中国要取代美国，我要大练心，对不对？金马哥这个基本上这个 AI 系统为了大力开发，它这样的一个策略逻辑，到最后一定是互相矛盾嘛。就刚刚看三当前。伊讲要大练心，2020年因为美国开始要搞你科技战啊，大练心投入很多资源，要2025年9兆人民币要进来，但是2022年就宣告失败。为什么？迄当差不多有3000家的半导体产业，中国半导体产业倒了，所以表示讲他们的经济的发展的那个所谓的产业的升级的那个基础，实在是非常不稳。所以房地产才会变成热钱集中的地方，因为房地产基本上就是资金的流动嘛，进去滚一下，翻好几番，探几个出去。所以以变形工在整个产业发展，当然仰靠了这样的一个模式，它当然如果有一天当资金不足了，人们的消费信心不足，比如我们讲5个20嘛，消费的信心指数这个空洞出来了，
然后再来是人们的一个消费能力也在下降，然后再来是政府的土地收入也在下降，钱要对来。当然，你讲政府也在去跟他的一个所谓的他的一个金融系统来印钞票啊，可以印钞票来出地，但是问题是讲消费市场没有信心的时候，你印了太多的这个钞票出来，可能就出现通膨问题，嘛这惊呀。所以当然我刚好看到利率，它当然做利率来做调整，希望能够刺激资金流动，刺激消费嘛。但实际上看到，刚才卢老师说的，它跟日本不太一样的原因在哪边？中国对于人民币的汇率的控制还是非常的强。伊外汇拢伊家己咧手头。哎，是啊，这就我就讲，这问题就讲，资金各无法度流动，再来是我的整个汇率的一个市场的机制，又是掌握在政府手上，那变成是中国在整个经济发展，它如何去找到新的动力，我怕是困难的，因为消费不利，出口又减少，再投资又崩盘，啊，这三驾马车无一边咯。蔡老师。咱头看到这5大痛点内面吼，这个地方政府土地吼出央收入落降20%啦。啊，真侪土地其实拢地方政府的，啊，即摆咧收无钱啊。啊，咱嘛陆续传出来讲，地方政府真侪所在，薪水我有朋友真正薪水2-3个月摕无呢，公务人员哦。这个物件，前一摆咱咧上节目的时候就咧讲中国的这个经济。应该是未崩去，规个崩去，但是会慢慢降落。咱人话来讲，中国即摆应该是这中等收入的这个限制开始发生了。同款，蔡老师，若是你要来拆药啊，你要互伊什么药啊好食？我感觉拄则主持人咧问罗老师的时阵，罗老师咧讲的吼，我想到一句话啦吼，伫中国吼，你面对问题时阵，中国政府若一放吼，伊就会乱啦。啊，一乱吼，你就爱管；啊，一管吼，伊就会倒啦。就是讲，你看到即个房地产有问题，啊，你也要甲放，啊，放伊可能开始乱嘛，啊，乱你开始管房地产，房地产怎甲你倒伊？啊，所以大家想起来，感觉讲那像无啥物药方。当然，你若要甲拆药方，我感觉上基本的吼，对着咱整个的经济即个社会来讲吼。其实中国伫即件对着这房地产也好，还是讲伊其他企业要倒，伊处理的方式其实参其他外国国家无啥物无共款。我看到讲你利息纳不出来，你即个房地产有问题，啊，我就甲你的利率甲降低。互咱若回想到2008年迄阵美国吼面对着即个房地产的危机的时阵，伊嘛是安尼做嘛，只是讲伊美金变啊有够俗的，安尼怎美金怎甩呀甩伫全世界去。哦，造成着美金落有够济。伫迄个时阵啊，慢慢经过一段时间，啊，美国政府甲这个歹销吼，拍销甲收了转来，啊，互这个市场较清气的，大家都有法度入来开始甲交易。等即个整个经济慢慢变正常以后，伊这个本来即个拍销吼，较无路用的，慢慢那像乡甲百有价值啦，就那像讲，过去啊，遮个厝都无人咧住啊，即马经济发展啊足好个，遮个厝也开始好起来，啊，真正有实际需求，所以伊当摕出来甲卖掉，所以迄嘛毋是真正拍销。所以我要讲就讲，你若有法度透过你的政策，互你的经济慢慢好起来，你即马推出着遮个经济的政策，参外国政府小较一贯性，其实这是有路用的。但是中国目前面对着的问题就是讲，啊，我若去甲即个碧桂园甲收起来，啊，恒大也甲收起来，啊，这种上大也甲收起来，啊，是毋是中国的经济都有法度慢慢变好啊？我感觉这是即马中国咧做政策的时候，因目前面对着上大的一个问题啦。啊，拄则主持人就是讲着讲，地方政府嘛无钱啊嘛。所以你地方政府也无钱，你本来会当维持你经济上基本运作的这个公务人员，你也甲减薪，你也无爱发回薪水。啊，民营企业本来就要走的走，啊走会去的就留，啊留落来伫遐变成为的怎当趴远，伊也无一定有法度请人。啊，伫即个时阵，伊根本无法度对着你的经济有帮助。对你经济有帮助的，啊，是讲咱定定讲提供咱社会上重要稳定的这个力量。除了咱的劳工朋友以外，咱有真侪公务人员的这个朋友，因为因领的薪水人也做铁饭碗，但是伫中国即马看起来，那就毋是铁饭碗，因为你的薪水一直互减少。啊，不管你伫啥物职位，
只要你是一个领薪水的受薪的这个阶级，你若知影讲你的政府伊互你的钱会愈来愈少，你也知影讲这个国家未来经济愈来愈少，你就无啥物信心嘛。所以我要讲的讲，中国即马参其他国家上大的无共，就是讲伊互大家无信心啦。啊，互大家无信心的原因是啥？就是讲我去你遐做生意吼，我有可能去互你扣入去讲，你是毋是要做啥物代志？就是因最近先通过吼，即个叫做反间谍法。吼，啊，即个法律咧，会互真侪外资、真侪厂商唔敢甲继续留落来。所以中国即马毋是讲你发生了房地产帮伊，才会资金较开始要撤走，是一开始才会资金就拢想要走啊。只不过是中国政府一直甲砸咧，吼，一直甲管咧，无爱互伊走。所以你伫即个时阵，你中国政府一直开始去降利率啦，去做啥物代志？其实你要讲的，我要讲的，讲伊根本无法度。互这经济好转来，所以颠倒边来讲，我感觉我若要建议这个中国政府，我会感觉伊即马是啥物拢先卖做，啥物拢先卖做，嘿，哦，因为你做咧，你已经浪费遐侪成本啦，你浪费遐侪成本，你若做袂转来话，你毋通甲去黑白甲伊降利率啦，你上重要的思考就是讲，你有法度，互你这个法律信心来挽回。对。因为这是信心的问题啊，这已经毋是你去降利，你一直去降利率，啊你若咱安尼想吼，你一直降利率，拜托这个金融机构、这个银行，甲继续借钱，或这个房地产的公司会安怎？这个房地产的公司小干袂起来，啊本来正常会当好啊经营的这个银行业，伊嘛有可能因为去互你拖落去，去互你拖落，啊银行业若倒，大家听起来那就小可代志，但是这个价钱伫银行的。这个劳工会乱袂，这个军户会乱袂，绝对会乱的。啊，这个军户若乱，你中国社会就乱啊。所以这是我讲，像你讲，中国唔通甲开袂得，特别叫这个银行啊，去买你一寡地方的债务啊，去买你一寡这个房地产的厂商的债务。所以我感觉这是爱想得清楚的啦。你若伫法律迄个管制吼，小共遐严吼，其实你做啥物的努力拢无共。啊！你若真正要好好啊做，无你就甲咱这中国共产党服务的这公务人员吼，因的薪水拢会当正常甲支出。啊，无你就像过去咧讲，你就甲发工啊，互伊去消费啊。你会当尽量去找步啦。但是我要讲的讲，你想遐济步吼，上重要的原因就是讲，你家己中国内底厂商也好，你外国的厂商也好，即马对着你中国政府是相对足无信心的啦。因为这厂商拢一直咧外移啦，啊外移伊就咧走袂离啊，你要叫伊留来，哪有可能？啊，伊都无想要留落来啊，因为经济因素已经无想要留落来。其他在地人看嘛，目睭冷冷咧看。对啊，你经济理由伊都想要出嚟啊，你即马该用一个法律的理由甲逼我走，啊当然是无救啊。罗老师，你感觉讲，你有赞成蔡老师讲，上好即马暂时啥物就卖做嘛？咱来看是伫总体目迄个前途啦吼，啊是伫我头你讲的吼，因为你伫大陆服务业吼，伤超前啦吼，啊伊一步好就是变做讲大家袂伤差足济，你像咱伫台湾吼，遐个安尼代理进口的，拢天咧赚啊吼，你像迄个阿卡摩多，你反正一罐你大家拢知影去日本爱买一大堆倒来吼。啊，所以你就知影讲，迄代理权偌好谈吼。啊，但是伫大陆，伊就是挑你家遮拢甲泡无啦。啊，但泡无的时阵，你变做虽然无遐个中间阶层，啊，但是你变做你伫遮诶遐个诶虚无化啦吼，虚有化，啊，迄都袂创造就业啊吼。所以你即马变做伫大陆吼，伊就是变做。爱面对一个问题啦吼，你若要，互大家有机会好去做企业吼，啊参加这个，啊你着遐个规个本头的迄个大规模的用这个平台网络的遐个营销吼，着爱小可有改变。啊，你即马第一步吼，当然就是讲，咱伫面对吼。因为足清楚的啦吼，其实外资开始渐渐啊离开大陆，毋是即马甲安尼啦吼。因为其实伫
马英九的时阵吼，咱现在就讲做鲑鱼返乡吼，因为大陆伫迄个时阵已经因为变做全世界的工厂，已经开始有大家咧吃肉，啊有的人咧惊啦吼，啊吃肉当然是像韩国啊、东南亚的这些国家啦吼，啊开始惊的就是咱伫台湾吼，啊是伫美国吼，伊就感觉你遐啥拢有，啊磁吸效应伤强吼，所以其实迄阵大陆嘛知影讲伊爱放。啊，放到即马，伊变做讲，因为自Trump甲即马拜登吼，拢共款的鹰派路线啦吼，所以其实迄个伫7月份啊，咱已经知影讲大陆对美国的出口减超2成5。2成5呢，真济咧。啊，因为你即马伫美国吼，你若有摕到1块钱的政府的补助吼，你就袂使用大陆的物件。你的电脑啦、电话啦，你五线端啦，啊，你遐 cable line 啦，你凊彩啥物件啦吼，拢袂使买伊啦。所以这是足正常的啦吼。你即马大陆对美国的出口拨落去，这是足正常，因为迄个摕到美国政府的钱的，都袂使用大陆的物件。啊，所以大陆就是爱开始调整伊的遐个规个。产业结构制造业部分，所以我一直提醒吼，你伫服务业这个部分吼，你已经伤超前，你的规个遐个数位化的程度，啊，你遐个网络商务的遐个市场的市占率吼，全东亚啦吼，你上悬。哎呦，老师的意思，哎呦，人工佫转来啦。哎呦，人工佫转来，啊，你爱放歌互大家趁。哦。这中国政府应该是做会到吧？强制你讲，你转来啊做办公室创啥？但是一无歹就是吼，咱伫台湾吼，凊彩甲队拢会使开路单啦吼。啊，警察嘛袂开单啦吼。你大陆你若伫上海啊，是你伫北京，你就看，你无可能的代志啦吼，因为伊拢会管制吼。啊，所以你即摆变做若要放吼，啊，伊就爱去租店面吼。啊，做店面的租金就足，这个无法度啊啦。所以像安怎，我头你讲李嘉诚伫香港的这个模式吼，可能啦吼，可能是唯一有办法，互我头仔讲的，这个少年仔有办法家己去服务业开店面，啊，但是遐店租佫袂伤悬。哇，啊，一定就是爱政府甲顶个扣倒来遐财政收入放出去。哇！所以你就是要用安尼的方式，甲大家经济信心、经济参与，啊，规个遐大家有饭，大家会使食啦吼。这个部分佫甲扣倒来，因为无你安尼大家愈来愈欠长那度。哇！安尼就互我想着讲，啊，这个时阵若是咱甲中国来谈这个服务贸易，啊，毋着规个拢走来。郭老师。我刚才真正最困难，咱会记李克强跟伫的时阵讲到一个地摊经济嘛，伊讲迄阵是1000块人民币收入以下，哇，这样60%以上是这么多人，所以他要推动地摊经济，但是习近平马上给他呼一巴掌，推他轰起来。哎呀，讲哪是个地摊经济，我要发展高大上啊，高大上的经济发展模式嘛，所以你基本上是讲期待讲回到过去。来促进为了就业，大家可以吃饱吼。我刚开始这困难，习近平无了接受。所以回到最根本的问题，起码中国政府、中共各会使做啥？开始已经做啊，伊做安怎？他一方面刺激房地产，这个房地产也角度无共啊，伊就开始讲我鼓励你民众来去做局部的房屋的修缮，修缮，就租金你立吧啊，再来是我鼓励购买家电。这连带作用，所以政府怎么做？政府就是说我基本上我还是一样举债嘛，举债来透过财政的支持来刺激消费嘛，所以他还是回到他过去擅长的一个模式啊。你讲地方的债务干这严重是不错，但是呢，中央有讲啊，这个所有的债务呢，中央我把你吃掉，从头开始，那你从你既有的债务再重新举债。所以中国的做法是这样做，那到最后是怎样呢？他所调整的，想那也看到讲中央跟地方的关系绝对变化嘛。进前是讲地方这趁钱的，所以有当时中央有政策，下面开始变化，对吧？现在就变更过来。对于通底价来讲，我安尼点都好啊。对啊，所以
这摆我讲7月时阵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伊就讲，可能由中央来去发放所谓的国债，发放国债高达1兆人民币。所以当然这部分就是标准的中国作业流程，但是角色不一样，由中央来承揽地方债务，同时我提供优惠政策，下达到地方刺激消费。所以重点嘛是刺激消费。啊，为什么中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使得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呢？就是因为他们都追求的是数字嘛，成长多少亿投入，要造成多少亿的资金进来。但是问题是讲，这有当时啊，这鱼的嘛，我也在灌水，啊有当时啊，可能这北澳分配有问题。是，蔡老师，想要你简单甲咱讲吼，中国政府包括着习近平，伊对着经济看法，甲世界各国包括经济学家恁两位，恁的看法哪拢甲因拢无共？我嘛上重要的原因就是伫法律制度吼，伊甲做了上过大的改变，互规个厂商怎啊无信心？我嘛这是关键。哦，经济政策其实大家拢是差不多。影响环境。是。